今日报道上大牌，依然是袁小迪，小迪，即个伊讲吼，我要互大家有拍拼的精神啦。我讲为什么？伊讲啊，你都唔知啊，好当时哦，这社会有一种气氛吼，尤其是呢，每年个要选举啊吼，这首歌出来应该真适合真侪这个选举来用的，这个拍拼。好，其实唔那是选举来拍拼吼，咱过生活啦，还是讲对咱的工课啊，对咱的事业，咱来拍拼。来，先来听这首歌。袁小迪的拍拼，算好，咱来甲小迪开讲。人海茫茫的世界，千里万里要出航，若无你来做阵行，风大雨大心惊惊。虽然你我无共命，但有共同的心声，后前的路无好行。有你作伴，心头定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认真努力来打拼。你甲我行相换，不惊眼睛的风飞沙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面对失败多变化，困难中咱来徛如我，一定成功。名声。世界千里万里要出航，若无你来做阵行，风大雨大心惊惊。虽然你我无共命，但有共同的心声，后前的路无好行，有你作伴心头定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认真努力来打拼。你甲我行相换，不惊眼睛的风飞沙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面对成败多变化，困难中咱来徛如我，一定成功。好名声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认真努力来打拼。你甲我行相换，不惊眼睛的风飞沙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面对成败多变化，困难中咱来徛如我，一定成功。好名声。今日的宾国边是袁小迪哈，再次发行个人的第我们在规定的专辑拍拼，重新的拍拼专辑，还讲重新的啦哈，这款的专辑哈，咱讲真的啦哈，这个每年发一张了哈，自己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啊？因为咱这边是安尼啦，出唱片比如说刚刚公务员哈，每年一定要发一张，而且是新的作品嘛，当然除了拍歌以外哈，也希望说朋友的支持卖得好，但是唱片现在要卖多好有限了哈。对不对？应该是全面性的，因为现在已经慢慢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了。就我讲啊，上次我还记得买水就靠来就阿哥离下咧，甲咱好比讲啊到过去，对，讲真的爱支持这版啊，其实这版很多人家里已经没得放那个 CD 的 play， 对，已经没有 CD 的播放器了啊，已经到我们用随身碟啦、随身的云端的这些东西哦。对啊，所以无差呢。其实我感觉想，都一直都是卡带、夹式、黑胶 CD 都取代到现在已经网络下载嘛，用硬碟啊那样。
但是起码用的是咱的制度无盖好啦，没有真正的机制去收回。不过我感觉想，就咱基本上台湾就做好一种版权的制度。哪怕你的电话铃声啊，人个是还是讲恁厝咧唱歌吼，叫人来灌歌，迄拢公司收得到的这个版权。啊，你即摆公司你就是爱做这收这版权，来补啦，补这个广告费啦、制作费用。啊，以前是讲啊 ，CD 卖几万张，卖几千吼，啊几十万张，啊，即摆是无可能啦，即摆大家拢才。因为真正是收藏的是还是那一批那些人呐，这西中的这吼，这贵的真正你甲你买个放个存档，啊，这个存档这是以后就敢若像咱即摆咧收是较早的黑胶唱片，对，同款意思啦，变稀有了啦。哈，慢慢来，即摆是做的，一种迄种，即摆是讲。这个CD我感觉专门是一种告知啦，告知讲啊，咱家后边大家知影袁小弟有够出新歌啊，所以大家爱来支持，啊支持变哪是就是讲，你们去上网去搜的时，其实是爱去弄付费的迄种的，安尼是对一个公司较有保，而且品质也比较好。人工金呢，转载的这是一定是无共的。然后我是感觉因为唱歌，你若去 KTV 吼，你若去唱歌，是不是袁小弟的新歌拍拼？唱无你就甲头家讲，头家，你这嘛叫人来灌歌，灌袁小弟的新歌，这样也是全面性的啊。其实呐，歌呐昂哈，然后公司的版权是可以多收一些其他部分。你每一台你特种的，不管你是做一种，因为即摆有MIDI的啦，有即种迄编排出这种的卡拉 OK， 不管什么款的啦，不管什么。所以因就是你若歌若有较流行，他们就是有需要去甲公司买版权来灌录这个。卡拉 OK 就不如小补了哈，即摆就是安尼啦。然后是安尼，因为我嘛前个时我自己就带头。阮公司即摆有一个就是，因为公司爱开出一钱才会旁你这个歌唱，所以一定要成立经纪部门。对，这是一个我是感觉这是公平性的。所以你若定邀请阮去做暗会去唱歌，有一寡庙会啦、结婚喜庆宴会，公司带我们去，公司也可以抽%，这样子才会也是来打平这个公司管销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是公平的啦。是，这是安尼公平。基本有一个敢若有一个纠结，到现在无公平是啥？你知？什么？写歌老师跟唱片公司，较早时因为有 CD 卖买2年了，版权属于写歌的老师的。然后即摆唱片公司因歌旁的红了，能力要回登制作 CD 的制作老师的写歌老师信中。啊，那唱片公司2年是收会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个时间性，哥大概爱瞧着开会，安尼对公司对开钱做唱片人嘛有一个保障。我是站在公司，也是站在歌手，还站在老师立场。其实这三我拢有做过，所以这我这这么个一纠结是这个安尼吼，安尼无你想敢若书面讲今朝敢若请到只能请到猴子，袂当安尼讲，因为即摆唱片讲开遐侪钱，开你公司你即摆歌就无买断啊，其实讲毋免买断啊，其实我感觉较公平性诶，5年左右吼，该公司该付出该收断下，5年后摕转互作者身上，那作者至少拢。这是我的生命，这是我生虽然你有甲我栽培，但是嘛好你用5年啊，你说无说写了会烂，所以这我感觉这是一个时间性，这我觉得这哈，你像所以很多好歌哈，我有足侪好朋友拢写歌，我你写歌足赞无，你嘛写2条，恁公司拢爱买单，所以我嘛甲阮公司讲，恁敢袂当来敲者，无一定卖买单，就是讲大家有一个。有限期啊，那样，那你感觉公司因对于公司嘛一个保障嘛，无你的2年都要开始回收呢，作价的收2年，对唱片公司这其实我讲真的是也很伤啦，也是这种大家都伤啦。你写无简单呢，我真就拄着这歌手，是做歌手唱的人啦吼，制作人啦，写歌写词呀，公司啊，伊拢捌不过。我算做给，所以我算做给无成的，用袂落来啦。所以但是。你完全了解啊！个人的心态拢同款，而且我讲听客观，我真的是客观站在中立，我无为相的，对，而且呢，我们都是为城市嘛，哈，这个物件好为原则，是，因为你物件哈，真正无好的物件哈，你说要延续生命是有困难的，是啊，尤其是歌的物件哈，投资性过高也不好。
而且。因为我一直讲，咱这台语歌，真的是要稍微，就是爱行到演变，就是迄个旋律啦、编曲都已经要演变到变成一种流行音乐的主流，不一定拢留伫传统的。没错没错，为什么台语歌红听讲就一定就是爽爽，无迄个代志。无，真正是无，真正是无。好，咱即摆就来听一个无爽的歌，叫做《无怨无悔》哈。这是跟张荣荣第一届合作的歌曲，对，华台对唱的歌曲，袁小迪、张荣荣《无怨无悔》。珍惜今生无怨无悔。女人为爱甘愿奉陪，常人守候真心。少今世，是欢喜冤家，你拢了有阮的苦涩。为你容颜憔悴，别说爱了不该后悔，一辈子的路尽头给了谁？你是我有讲过。是我的，咱的牵好共度一世。有梦最美，有人忙忙碌碌不停地追，最苦的就要我最忌讳。其实讲白，苦若心过，有人知。一生最大美丽，爱像梦沉睡，酒香沉红茶。我们珍惜今生无怨无悔。